東南亞運會呢種國家盛事，居然有女電競選手俾人大爆，原來係用 TeamViewer 請槍啊！一年一度 TGA 上個禮拜終於落幕，但係33號遠征隊斷層式拎獎呢件事反而引起其他玩家不滿喎。呢條係你諗住買嘅 DDR5RAM， 呢條係你實際收到嘅產品。喂，紙紮貨嚟嘅！大家好，我係羅文，歡迎翻到嚟今個禮拜遊戲花生新聞。照舊有我講遊戲花生新聞，Van 仔講硬件，拉比講新 game， 咁事不宜遲，開始正片啦。上星期 TGA 2025就正式落幕，結果就由33號遠征隊囊括9項大獎成為最後贏家，更係打破咗當年 The Last of Us Part 2嘅紀錄。而新嘅一部分，我哋亦都喺上星期介紹咗，有興趣可以睇翻。不過喺頒獎禮內外，其實都炒熱咗唔少花生。好似係全晚齋坐，憑住 Death Stranding 2入圍嘅小島，喺公布 GOTY 一刻就俾鏡頭捕捉咗呢個相當之奇特嘅動作同埋笑容，引起咗外界唔少嘅猜想。當然啦，佢事後亦都冇正面回應點解會有呢啲舉動。加上近日適逢小島工作室成立10週年，佢就帶埋全體嘅員工一齊影合照，仲影咗張有神秘嘢話唔可以傳出街，咁睇嚟就冇乜影響啦。咁我哋小島大哥啊，喺遊戲行業打滾咗咁耐，有咩大風大浪佢未見過啊？而另一位同樣係大熱人選，不過最後多2手空空翻屋企嘅 Kingdom Come 2，亦都有幽默回應到冇攞獎呢件事。佢哋先喺 X 嗰度直接踢翻33號遠征隊嘅官方，並且搬出遊戲經典 cap 圖，話一日最衰都係法國佬。以自嘲玩緊嘅方式，將落選嘅責任推返俾33號遠征隊嘅法國開發商。玩家大讚佢哋有風度之餘，仲有人借 Kingdom Come 2嘅主角 Henry 因為中意日偷夜偷嘅行為，用 AI Gen 又將佢喺 TGA 台上偷獎嘅圖，相當之搞鬼。雖然兩間大廠都好鬆容面對今次 TGA 嘅結束啊，但事件亦都引發咗唔少嘅餘波。有部分玩家認為33號遠征隊雖然有翻咁上下實力，不過佢算唔算係獨立遊戲等等嘅論點之上，亦都有唔同嘅意見，認為今次33號拎到獎，無疑係大廠同埋獨立廠商之間嘅定位更加模糊不清。佢哋又擔心咁樣會令到獨立遊戲標準一下子提高咗唔少。眾所周知，一般嘅 Indie Game 開發商喺極少嘅資源之下，根本上就好難複製另一隻33號遠征隊出嚟。話就話隻 game 得1000萬美金嘅開發成本，但你唔好講 Indie 廠啊，換做大廠拎1000萬美金都唔知請唔請到班卡士翻嚟。喺諸多不明因素之下，令玩家難免會懷疑到底係咪有無形之手喺故中操控棋局。不過去到呢度呢，就唔再特別展述啦。雖然今次33號遠征隊就俾人推咗上風口浪尖，不過都好似上年嗰隻黑喺其他場次拎咗唔少獎之後，因為冇攞個 Game of the Year， 又寫咗篇論文發爛渣製作人啦。咁唔知各位又點睇？咁不妨留言講下你嘅意見啦。除咗啱啱講過33號遠征隊橫掃獎項一事引起玩家不滿之外，其實當日 TGA 仲有另一單大花生，就係佢嘅壓軸作品，即係由開發出 Apex Titanfall 嘅 Respawn 前員工再分家出嚟嘅 Wildlight Entertainment 推出嘅新作 Highguard 啦。先補充一下，因為 TGA 呢個頒獎典禮係純串流嘅關係，實際冇任何平台嘅廣告收入，而為咗拉平呢個場租、嘉賓入表演等等嘅超高費用，除咗獲邀人士會有2張免費飛之外，其他開發者想入場只可以每個人俾多700蚊去買觀眾飛。而除咗呢個之外，另一個收入來源就係講緊 trailer 播放費啦。根據業界人士爆料， TGA 作為一個全球曝光度極高嘅遊戲大使，單係要播一條60秒嘅 trailer 就已經開價要成45萬美金，至於3分鐘嘅預告片更係要高達100萬，而 Wildlight 就唔知再俾咗幾多錢先至可以安排到佢最後嘅大作播出 highlight 嘅宣傳片。但平心而論，作為玩家喺如今英雄 FPS 已經爛大家嘅情況之下，仲出多款畫面同埋玩法都毫無經驗之處嘅新品，加上喺播片之前，主持人 Jeff Keighley 不斷咁暗示 Highguard 超級值得玩。點知播完之後嗰個落差感真係同佢所講嘅嘢爭20幾條街，最終結果就係前面 Capcom 嗰隻 Resident Evil 9 Leon 一出場嗰一刻反而更加有壓軸感，令到 Highguard 條 trailer 一出，淨係個 like 同埋 dislike 數已經足差咗11倍，外界更係未判先審，直接形容佢做 Concord 2.0。而根據網上資料可以見到，其實 Highguard 最早立項喺2021年。
即係市場仲未飽和 ，Apex 同埋 Overwatch 依然都係英雄射擊遊戲嘅兩大巨頭。之後佢哋就經過4年嘅秘密開發，直到喺上市前嘅1個月先諗住驚喜發佈。但唔知係咪因為遊戲規模太大，開發週期過長，呢類嘅遊戲一早已經冇晒市場價值先推出。到底 Wildlight 係咪對自己嘅壓軸作品有莫大嘅自信，定係因為俾咗太多錢翻唔到轉頭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呢？咁只能等1月等佢正式推出之後先下到定論啦。睇到電競界最經典嘅出切事件，就不得不提多年前 CSGO 有印度選手喺大賽嗰陣將這個寺廟外掛改名做 Word.exe 扮傻之後，以為大家打線下賽都會收斂少少啦。點知近日又爆出一單國家隊選手出切嘅事件啦。事源喺啱啱舉辦嘅東南亞運動會入面，傳說對決女子組嘅4強賽當中，泰國隊就以0-3輸咗俾越南隊。咁喺積分計算當下，假假地都叫頭4位，都叫係雖敗猶榮啦。但喺嗰場比賽期間就發生咗一段小插曲，選手 Tokyo Girl 喺比賽途中就俾人影到突然之間對住鏡頭舉中指，之後就以不明嘅原因俾人換咗落場，由後備嘅選手頂上。直到當日嘅比賽完晒之後，泰國嘅電競聯合會就發出公告，指 Tokyo Girl 喺比賽嗰陣喺手機入面裝咗 TeamViewer 呢類遙距控制程式，再請槍由第三者咁樣代打，最終令到本來有機會用細分入圍決賽嘅泰國隊慘被 DQ 出局，而 Tokyo Girl 自己亦都俾所屬嘅戰隊 Terran 即時解約踢走。其實從現場影到嘅部分場照都有睇到，其實 Tokyo Girl 嘅形跡相當之鬼鼠，從刻意避開鏡頭，再到無故拎住張 BP 表遮住部電話，去到中場又突然間對住鏡頭怒舉中指，然後去到俾人發現一刻喊苦喊忽嘅表情，唔講唔知，真係以為睇緊變面表演啊！而事後其餘隊友亦都喺 social media 嗰度發文，表示自己從來都唔知情，咁都唔知話佢哋可憐定係點樣好啦。至於事件女主角 Tokyo Girl 仲喺度死雞撐飯蓋，即係話自己身體唔舒服就早退咗。咁真相係點呢？咁各位明眼人都應該有自己嘅判斷噶啦。不過出切都輸0-3呢件事呢，就成為唔少玩家嘅笑柄。相信喺今後都會喺電競界嗰度名留青史，時不時都會好似 Word.exe 咁樣攞出嚟編下詩。咁背後操刀人到底有幾大勇氣先會咁冒住 delay 嘅風險去 remote 另一部手機去打比賽？至於 Tokyo Girl 到底係電競選手，定係從一開始就係一個電競演員呢？咁呢點真係好值得我哋深究啦，喂！早幾個星期咧都同大家講咗咧，呢家啲 RAM 咧有幾貴啦，講咗咁多個星期呢啲數字咧，咁你唔悶呢？我都悶啦。所以今個星期咧就簡單講下啲行情之後咧，就再轉方向講2單比較搞笑嘅新聞啦。之前咧 ADATA 就吹到啦，話啲 memory 咧要2027年先可能會穩定翻啲，但係 SK Hynix 嗰邊咧就唔係咁諗啦，佢哋就話呢個加價嘅趨勢咧最少要去到2028年，即係大家咧可以由帝王時代咧跌翻去黑暗時代啦，因為呢家砌機嘅主流咧開始變翻做8G 乘2，而且唔同嘅手機生產商咧都話咧想整翻個 micro SD 卡槽出嚟。哇！原來有錢賺嗰陣咧就可以內置，蝕錢嗰陣咧就轉嫁翻俾用家。哇！呢招就真係絕啦！而隨住咧呢家記憶體嘅價格越嚟越高之後啦，除咗唔少人咧都想拎翻自己手嘅舊貨轉手賺一筆之外，都記住啦，提防詐騙啊！思源就話啦 ，Video Card Set 嗰邊咧就收到讀者舉報，就話咧佢喺 Amazon 呢買 DDR5 結果就收到條 DDR2 扮 DDR5 嘅 RAM， 咁由假冒嘅 RAM chip 咧就可以見得到啦，佢唔係呢家最常見嘅 BGA 封裝方法，所以啦最新咧已經係古早味嘅 DDR2， 再離譜啲咧就可能係 DDR1 添啊！不過成單嘢最黐線或者係最暖心嘅地方咧，就莫過於係騙徒竟然仲有心機揾翻個真盒啦，同埋同款嘅 DDR5 嘅散熱器 hard copy 咧就貼翻喺上面。聽到呢一度咧，真係不禁咧要撳個 like 俾佢啊！咁事主就估計啦，應該係有不良嘅買家用退貨大法套 RAM 偷龍轉鳳，而買家啦又一時唔為意，結果咧就搞成咁嘅樣。咁呢度咧就溫提下各位好中意網購嘅朋友仔，尤其是呢個時勢咧想買 Amazon 嘅話就聽清楚啦。如果買家唔係 Amazon 或者由 Amazon 出貨嘅話咧，就堅係唔好買啦。而且建議錄低埋開箱嘅過程，保障自己。今次就話收到紙紮 RAM 啫，下次就難保買華碩顯示卡變咗做華麗石頭噶。
除咗買嘢要小心之外啦，早早囤貨喺度等緊大奇蹟日嘅各位咧，就都要好好睇實你啲資產啦。如果一個唔覺意真係冚家產嘅，嗱，好似呢一位越南老豆咁咧，就失去咗一切啦。話說早幾日喺網上就已經流傳講佢咧有50條 M.2 2280 512G 嘅 SSD 慘遭10歲嘅仔仔將佢對接，好地地一條嘅2280就咁物理變成2230。而再仔細睇睇型號，可以見到咧呢一批係 PM991A， 咁佢又屬於 Samsung 嘅 OEM 型號，正常街就唔會有，一般咧就要經由公司啦或者二手流出咧先入手到。而如果按照翻 eBay 均價60蚊美金一條嚟睇嘅話，咁阿仔隨手咧就接咗咧2萬幾蚊港幣啦。而單嘢一出，當然唔少花生友都係關心緊事主個仔嘅現況啦。咁不過見到事主影仔仔嗰陣，側邊又有疑似藤條嘅物件，嗱，咁睇怕咧阿仔應該幫咗屋企加咗餸噶啦。咁不過係啊，我又講不過啦，大佬畢竟網絡新聞嚟噶，聽下就好啦。Hello， 又係我拉比，嚟到聖誕節又有1年1度嘅 Steam 大特賣啦。不過我哋今次咧就唔係介紹買咩抵玩嘢，而係介紹下呢一隻特別少少嘅作品。唔知各位有冇諗過，你喺遊戲庫入面各種特價買完，但最終慘被刪績嘅 game， 有一日會返嚟揾你尋仇呢？由獨立開發者 Nick Taylor 發表嘅新作 GameQuest The Backlog Burner 入面，玩家要面對敵人竟然係買咗但係未玩過嘅 game。GameQuest 將會讀取玩家本人嘅 Steam 遊戲庫，將一啲俾你冷落甚至未開過、安裝過嘅 game 變成敵人反攻玩家，而玩家咧將會左 keyboard 右滑鼠咁樣對抗佢哋。得意嘅係 GameQuest 攻擊敵人嗰陣時候，唔單止會 show 埋 game 名，又換時數，即 game 嘅價錢高低更加會影響佢哋嘅攻擊力，相當之搞鬼啊！咁相反啦，同玩家共度時間最長嘅 game 就會喺 GameQuest 入面化為有方支援玩家。目前呢隻 game 已經喺 Steam 度有試玩版噶啦，有興趣就可以試下。聽完個介紹，搞到阿 Lawman 都急不及待，想同佢隻 Necropilot 同埋愛上火車一齊對抗強敵，等佢變成真正嘅 FPS 作品。今個禮拜條片就嚟到嚟呢度，希望各位客官睇得開心。咁因為時間關係，趕住出門口，今次就長話短說啦。照舊中意我哋條片，記得 CLS 翻 VG Channel， 仲要記得喺下面留言啊！條片先至有推到出去俾更加多嘅人睇噶。同埋上個禮拜閃電11人條 review 正式出咗，未睇嘅朋友記得去支持一下。我係 Lawman， 提早1個禮拜祝大家聖誕快樂。咁我哋下星期5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